向正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初2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昨昏要挖到11点挂，国道1号石子路南的路段发生山壁的土石厝落来意外，造成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5号石子交流道拢封起来。高公局即马是研判讲，应该是即阵啊北部在落大雨，加上进前阁有地动，才会厝落来放落来。今仔日早起上班时间嘛，造成附近大塞车。高公局是讲，即马也咧抢修，打算11月初4拜5下班进前，才会当恢复通车。路边的山坡顶头真侪土石放落来，甲路弄挡掉的门架啊也规拢歪去。国道1号路南石子出口的交流道，初一早起路边的山坡顶头土石放落来，高公局即马已经甲门架刷走，和路南的主线车会当过。因为进前地动岩盘有壁损，最近阁一直落雨，土石才会放落来。11点多，我们接到通报，这是在这个汐止交流道的一个出口匝道这边发生有土石滑落的情况。那我们一接到通报之后呢，就马上封闭这个出口匝道。那目前消防单位初步来判断是没有人员受困，也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门架要刷走的时阵，警方甲2个车道都封起来，现场的车太至少5公里长，一直到初一下昼要到4点才有车过。不过放落来土石也未清线，即马国道1号路南实际出口的一扇道继续封起来，一日抢修，按算11月初4拜5下昼下班进前会当通车。土石滑落部分的话，初步判断来看起来的话，它的范围是有一点的范围，那大概需要几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先找到一个砌土场，把这个土石堆置以后呢，才能够做尽快复原的工作。好在在放落迄当阵无车经过，无人伤亡。即马放落原因找到啊，工程人员是把握时间赶紧抢修，希望会当量早通车。伫通车之前，建议开车的民众上好是先行8条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美国的联准会可能伫即个礼拜会宣布要升利息，可能会升3码，股市甲汇市拢有受影响。受即马股市大落的影响，咱的劳动基金是搁再了钱，到今年9月底，即马是已经了5124亿，啊那了的金额创下历史新高。新台票变无法度动，随着即礼拜美国联准会就要搁起利息，0.75%早盘股汇上盘。新台票对美金开盘变3分，以32.24开出了后，随后变破32.3块，盘中捌落32.31块，单变1.11角。尾盘伫央行进场调节中场收伫32.179，对一块美金升达3.1分。现在股市不好做，那我们也发现这个资金其实是流往这个美元。不管是定存或是一些美元相关的投资产品，除非真的大家对美元的看法转变了，要不台币应该还是会维持弱势。就伫强势美金甲日钱出走相当打击，新台票10月累计已经淡薄4.67角。外汇分析师表示，联准会利率态度甲市场对美金未来展望，其实拢会影响资金流向。若讲美金继续强，明年上半年台票强力升达较无简单，短期内将会维持32至32块一间波动。台股早盘小可开价，伫价档尾盘进场，油价行悬，指数中心徛13000大关，中场起87.46点，收伫13037.21点，成交金额7538.17亿。富国新山大只店开盘捌小盘，盘中股价由乌变红，中场小可起块半，收伫391.5块。ADR 也是小跌，结果今天台积电表现还算不错，股价如果没有跌，代表说之前的股价下跌已经充分的反映这相关的利空。另外，受全球股市大波影响，拖累整体劳动基金报酬各创新低。根据劳动部上升统计，规模5兆5579亿劳动基金到今年9月底的评价了后的收益数达了5124.6亿，累计了的金额各创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略略减弱，伫北部甲东北部温度会小可回升，不过伫东北部也是会落雨。气象局伫今仔早起，同款是针对湘北、基隆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今日开始天气有较短雨啊，北台湾日时的高温会当到25度至26度，若其他的所在今仔日高温有26度至31度，早暗的温差会较大。
今仔日低温大约是20度至23度。今仔日伫桃园以北东半部雨水也是较高，严格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拢会好天出日头。另外，沿海甲外岛今仔日会透9级至11级的强阵风，要提醒乡亲爱细致。若拄则开放的金门大桥嘛，因为风伤透，即马有实施交通管制。明仔载天气甲今仔日是差不多的，啊，毋过明仔载暗开始就会变天，就会落雨，而且会反寒，爱等到后礼拜一雨水才会减少。继续关心巴拿马籍的新顺1号，阿门河专用船因为过洋，本地伫10月31、10月底就要驶入大中港，毋过伫经过中华海峡的时，可能是因为风影伤大，货船全起去，船舱有走水入去，17个船员赶紧逃生，啊，若规只船嘛沉落海底，其中有5个人互附近的船仔救起来啊，毋过即马也阁有12个人还未找到。伫海面的救生艇拢无看人，空勤总队直升机伫马经机场东南方23.5至21海里，阁发现一只救生艇，毋过拢无看船员的人影。因为它好像主机故障，它所有的人变成5个人，由那个长圆轮有把它救起来，然后现在12个人失踪。7名船员拢伫巴拿马籍阿摩托专用船新顺1号顶悬工作，原定停入大中港31，经过中华风场航道东边的时阵，好亲像风伤大，船煞斜去，船舱入水，主机故障，船嘛沉去。迄个时阵，船顶17个船员跳船逃生，5个人互附近的货柜船救起来，其他12个人下落不明。国搜啊，空总他们整个会派出去，然后今天会派6个架次，然后去搜寻。航港局中部航务中心成立紧急应变小组，空勤总队的直升机搭配海巡3只舰艇，海空包抄超找失联的船员。不过，奈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海上无好，海涌5米至6米悬，上大阵风11级，增加救援的难度。新顺1号30载起，捌伫高雄港外海，互供应线一个船顶3个外国籍的船员头、面、甲脚骨折，由空勤总队派3架次甲人送医。无想到，这只6000多吨的船，搁再因为气候状况煞沉去，搁造成12个人失去联络。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当年咱国来接受电脑断层血清造影使用显影剂的人，大约有305000人。国卫院甲台中营总有合作，即马研究是发现讲，10年来使用过显影剂的民众，未来治疗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是一般的人会比一般的人悬出4.66倍。呼吁要使用显影剂，就要谨慎。来关心中国时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有抓到毒品案，这是伫今年1月份的时发现嫌犯用进口玻璃粉的名义、进口玻璃滴管的原料，转藏伫花莲的山区做毒品，嘛有超出178公斤的毒品。继续关心联合报，台北市立动物园大鸟熊团，那亲像是头壳内底生恶性的瘤，病情恶化甲真紧。动物园有申请中国的专家来咱台湾协助治疗和照顾。农委会、陆委会拢用上紧的速度来处理。2个中国的专家伫昨暗已经来到咱台湾，会先去动物园，有先去动物园探视，嘛有甲动物园咧讨论。拍算伫今仔日卖开记者会对外说明。来关心咱国内的汉翔等11间航太厂商昨昏举办 F-16维修中心的成果发表，咱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去现场了解，针对 F-16的战机103项系统零件，咱国内的厂商即马拢会当提供维修的服务啊，这嘛显示咱的国防自主能力搁进一大步。为着要做到国防自主，政府甲民间单位伫咧2020年8月成立 F-16维修中心，为战机建造产业供应链，出日办成果发表会。总统蔡英文亲自了解11间合作厂商供应零件的情形。所以它的单价非常的高，而且它的交货期非常长。据我们知道，我们要等这个组件，等自从下单到拿到，至少要1年以上。总统亲自办空军适航认证，和汉翔公司甲华航等企业感谢因已经提供 F-16战机103项系统零件，节省国防经费740多万。伫咧中国威权主义扩张的时阵，提升战机的妥善率，确保台湾空域的安全，满足我们战机自主维修的能量，缩短战机维修所需要的
时间成本，是建立国防产业供应链中的重要工作。这也是2年前政府民间合作成立 F-16维修中心的目标。总统强调，要加强国际各座的实力，后勤维修正重要。F-16维修中心以海上公司带头，甲国内航太厂商共同筹组国家队，加强台湾的国防能力，也让国内的航空产业会当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咱国军有向美国买军用品。审计部伫去年决算审核报告内底就写讲，三军伫民国106年到110年是拢无做好验收，但要用的时才发现这军用品有问题，不过已经找无人赔，因为时间早就拖过1年的期限，这嘛害咱国家了2160多万。国军强化建军备战，应对中国军方的威胁。持续向美国采购军备品，不过伫验收的时阵，几啊届去审计部掠到有问题。审计部110年决算审核报告指出，陆海空三军伫106年至110年，针对后勤维保单位采购军备品，所伫验收的时阵，有问题军备收起来，但到要领用的时阵才发现有问题。类似的案件有到35件，造成国库亏损2161万外。你买东西也一样，有保用期或什么期，它一个规定，这1年带着这个数据，但有一些东西是通1年，或者要什么样的状况下，发觉瑕疵品一定有个程序。按规定，军品交货无论什么原因无合规定，咱国拢会当向美国提出公布无效的报告，要求赔偿的期限是为美军完成出货了后的1年内。不过，国军等到有单位来申请要领用的时阵，才发现有不良品，早就已经超过交货1年啊，叫美国拒绝赔偿，引起调查立委的关注。国民党立委温玉霞讲，袂当因为是美国就降低品质。因为民进党立委柯志杰表示，检调应该介入调查。目前传出高达35案国军采购出现瑕疵等问题，检调应介入彻查采购及验收单位，勿枉勿重。没有一个完善的管理系统，就只能透过人工来做相关的管理、仓储跟验收的作业。所以国军应该要加速建立一个智慧化的料件管理系统，提升盘点以及储藏的效率。国防部验收的工课受质疑。为了避免人工验收出现缺失，需要建立智慧化管理系统。针对这点，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等人提案要求国防部应该赶紧检讨，建议强化验收的天数，嘛按算冻结相关的预算。但国防部提出报告了后才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巴西举办总统大选，败选呢现任的总统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伊头摆发表声明，讲伊唔认输，因为伊的支持者即马是上街头抗议、踢交通、上街头示威。警方即马表示，总共有必要会动用武力赶走支持者。第二选举结果出来2天了，巴西总统波索纳罗第一遍发表公开谈话，虽然无承认苏荷左派前任总统卢拉，也不过讲会尊重国家的宪法。伊幕僚长甲记者讲，波索纳罗已经授权因进行权力交接。Quero começar agradecendo os 58 milhões de brasileiros que votaram em mim no último dia 30 de outubro. Os atuais movimentos populares são fruto de indignação e sentimento de injustiça de como se deu o processo eleitoral. Enquanto 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e cidadão, continuarei cumprindo todos os mandamentos da nossa Constituição. 极右派波索纳罗伫咧选举结果出来了，无遂发表谈话，真侪政治分析家就警告讲，波索纳罗可能袂认输。As manifestações pacíficas sempre serão bem-vindas, mas os nossos métodos não podem ser os da esquerda, que sempre prejudicaram a população. A direita surgiu de verdade em nosso país. 伫过去2天，卡车司机甲伊的支持者认为选举无公平，封锁全国几多百条公路，并且希望用军事工具要求解散国会甲最高法院。警方对示威民众下催泪假释。即马大家伫咧担心，正配合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波索纳罗，敢会煽动巴西版的暴动。No início da nossa fala, iniciando com a negociação, com o diálogo e porventura, se for necessário, até a utilização da força de choque. 前总统卢拉摕到50.9%的选票，险险赢过波索纳罗的49.1%。波索纳罗几多遍质疑选举制度，讲电子投票系统有作弊嫌疑。
虽然法院要求伊提出证据，不过伊一直拢提袂出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办一个活动，死遮侪人，这嘛引起南韩民众的不满。首尔广场的灵堂有真侪民众去哀悼，而且民众嘛咧骂讲，当时的警察唔知影咧创啥。民众手提花束，一个啊一个来对亡者表达哀悼。这位设伫首尔广场的吊祭灵堂来吊祭的民众真侪，有一个人我讲，拄拐啊，家己一个人来，伊讲家己孙仔出门前讲问伊要去倒，后来无都联络着。无想到最后一面，竟然是家己孙仔倒伫病院。侪伙人送少年人，互伊真伤心。 할아버지가 해준 것도 아무것도 없는데 너무 미안하고 걔들 지금 이렇게 좀 来悼念的也有发生代志，迄个时阵在场的台湾女性，伊讲看到遗体甲人伫相克，袂当为死伤者做任何代志，伊真艰苦。这个韩国民众想要问，是咱无伫战争，伤亡会这么济，要问警察伫倒位？ 이 나라를 전쟁통도 아닌데 도대체 뭐가 누가 잘못해서 이런 거 왜 이렇게 신경들 안 쓴 거예요? 경찰들은 어디 있었어? 伫梨泰院经营酒吧的头家看到代志的过程，伊讲疫情了后看到遮济人真欢喜，会当做生意。迄暗9:55分看到人真济，还佫会当行叮当，无想到10:20分完全失去控制。尾仔伊嘛走出去加入抢救的行列，好甲再救活一个查某囡仔。 줄배에서 여기서 누르고 해고 치우고 일로 내려가고. 这届不幸死亡的也有24岁韩青李志汉。根据韩联社报道，家属找伊替举行告别式，搁伫迄天出山。伊的爸爸靠家死昏昏去，捌参加 Produce 101演出，先前当伫拍新剧。伊的经纪公司尾仔正式宣布，伊变作天星离开啊。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镜头来美国，来关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翁婿伫厝内防攻击，造成头壳骨逼起。即嘛凸显即届美国的集中选举，网络极端主义含假消息是真严重。前总统奥巴马去做港徛台的时，嘛呼吁选民爱冷静，爱守护民主的价值。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为顶礼拜开始，去几个其中选举真激烈的州替民主党助选，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引导，去极端分子走入去使用暴力做例，批评这个无天良的政客为着私人的利益分化民众，伫网络顶煽动仇恨暴力，针对选举的正当性乌白生话，甲即届其中的选举定义做对民主的公道。For some in office or who aspire to office, work to stir up division, to make folks as angry and as afraid of one another for their own advantage. And all of this has been amped up, hyped up, 24/7 on social media. Most of the GOP and a whole bunch of these candidates are not even pretending that the rules apply to them anymore. They are just making stuff up. 攻击佩洛西引导的嫌犯是极右翼阴谋论者，因讲是因为政治的动机，事先计划，按算要甲议长佩洛西绑票了后，才佫讲断伊的口头语。这个事件显示网络极端主义的猖狂。专家指出，伫嫌犯个人的网页、甲网络数字库仔内底，佩洛西是因上界讨厌嘛上爱骂对象之一。佩洛西因翁婿互拍着伤了后，社群内底大概是欢喜甲咧化休，而且煽动进一步暴力的言论。 真侪民主党的候选人持续互攻击甲威胁，佮讲又用社群洗脑甲煽动的行为，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 And when you put people that have been removed from Twitter, have been removed from Instagram and Facebook, from the mainstream media, to one radical location that people can say and do whatever they want, hear the incitements and shout out for incitement. That's going to be leading to more radical community that calls for violence. 其中选举就伫要到啊，各地提早投票当地进行。国土安全部警告，选举的谣言致使国内极端分子对其中选举造成威胁是愈来愈大。国会已经890亿的美金予各州，要用来请治安的人员，也已经无效用过时的投票系统换掉，而且加强网络的安全。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 来关心美国一寡一流顶尖的大学，甲种族列做是入学审查条件，要来确保亲像非洲的美国人嘛会当来遮读有多元族群的代表性。
也毋过，这是引起一寡白人的学生认为讲，这电动嘛是一种歧视，因为保护一部分的人，因着爱用更较悬的成绩才考会调，才考会入去，所以全提出违反宪法的诉讼。美国的最高法院内底有9位大法官，其中有6个是保守派，外界嘛真好奇讲大法官会安怎判这个案。美国排名正头前的大学哈佛甲北卡被指控招生过程考虑学生的族裔背景，构成歧视。最高法院伫咧30页辩论了要到5点钟。If universities are not racially diverse and your rule suggests that it doesn't matter, well then all of those institutions are not going to be racially diverse either. If you give a plus to a person who is falls within the category of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 but not to somebody else, you are disadvantaging the latter student. It is where an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is being made on a student's own talents, on a student's own achievements. So you're saying that race in and of itself has no eff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bsolutely not, Your Honor. Okay, then you would have no objection to an opinion from this court saying you may not consider race. You may consider other things. 哈佛甲北卡伫招生时阵，拢有考虑族裔背景的惯例，来确保少数族裔伫咧学生内面有充分的比例。作为少数族裔，伫咧传统上是指非洲的美国人。Brown versus Board of Education from 1954, a case that the Legal Defense Fund helped to bring to victory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state-sponsored apartheid in this country based on the subjugation of black people. What we saw today was an attempt to rewrite history. 非营利学生组织学生公平联合2014年提出挑战，指控学校少数歧视亚洲裔加白人的学生，亚洲裔学生的分数则比其他族裔更加悬，才反倒入去哈佛读书。两件案件伫咧下级法院审理时阵拢被驳回。不过，即马学生公平联合认为，为了保障倒台权重大判例罗素韦德案被推翻的前例，最高法院变作明显较偏保守派，积极平权措施的案件会当搁再试看卖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伊朗被无人机和俄罗斯去攻击乌克兰，美国是表示，即马要针对伊朗甲俄罗斯武器的买卖提出制裁。那最近乌克兰是传出讲西方援助因的武器竟然流去乌市咧卖，美军嘛决定要介入调查。来关心美联社即马有报讲，一只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船伫厄瓜多加巴拉巴戈斯群岛附近的海域，在检查中国掠鳣鱼的船仔敢无合法，其中有3只中国渔船竞选，阁有1只中国渔船想要去弄美国的海船。继续关心中国坚持要清零，郑州的富士康厂房员工因为惊防封锁，拢走回去故乡。当地政府即马是对外宣讲讲，疫情无恐怖，爱大家唔免惊。不过有专家是认为讲，中国爱大家唔免惊，说过要清零，中国的政策是真矛盾。来关心国际串流影音平台 Netflix 宣布讲，对明年2023年开始，袂使阁几个人公家用一个口罩密码，总共有掠到会另外加收钱。点开手机 Apple 不少平常拢爱伫有闲的时间，还是通勤的时阵追剧看动画。真侪人为了节省费用，也会将已经付费的小号密码分享给亲友同齐使用。即卖也因 Netflix 平台就宣布，自明年初开始，将针对共享小号收费用会以额外偿还的形式增加到明细集中。要转往其他平台，因为 Disney Plus 现在还是可以通用，不能寄生在别人那边。要不然如果没有的话，就看网上的。目前定 Netflix 方案分3种。分别基本月200集会当一个装置收看，若是标准方案，每个月330会当同时2个装置收看。过来就是高级月费390会当同时4个装置收看。未来一旦方发现无共人共用一组号码，恐惊方另外收3至4块美金大约代票97至83块，这也是自2019年来第3摆调起计效。万物皆涨的一个时间点，竞争也很激烈哈，他们必须要提升这个影片制作的一个水准，那因此必须投入更多的一个资金啊。那不反映成本的话呢，这个可能财报上面的一些亏损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反映。他就表示，今年2季 Netflix 已经减少100万左右
票的订户，所以相关的影音平台，人我认为伊有一批真重视的客户，袂安尼流失，大约就会当有继续的制定权。只是要安怎定价，搁提升相关产品的品质，伫存在之间是真重要的。一旦超过消费者会当负担，恐惊会搁流失客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欢喜超过半世纪，以电视剧《昨夜星辰》摕到金钟奖最佳女主角的演员马之琴，已经昨昏在伫困梦当中过身，伊是食到80岁。那今年的金钟奖是头一届有颁主题歌曲奖，这是尾啊由良辰吉时的主题曲《I Promise》摕到。想袂到这首歌，即马互外界质疑讲是替大家妈在绕境进香的时的宣传歌，根本就毋是为着在电视剧做的，跩无下资格。文化部调查了后，即马是宣布讲决定要取消《I Promise》得奖的资格，即马是该由蚵仔面线这条歌摕到奖。歌曲奖。得奖的是 I Promise。台剧《良辰吉时》主题曲《I Promise》得到今年金钟奖的主题歌曲奖。自己被丢到摸彩箱，那现在是奖券摸出来了。到那亲像得奖的欢喜心情都也无过偌久，网络都有人质疑，认为这首歌是大甲妈祖绕境主题曲，可能无符合得奖的资格。文化部开始调查，测伊指出，报名资格有确认歌曲是专门为作品专心创作。创作理念说明是大甲妈祖绕境主题曲，为了剧集重新解说，经过原评审小组的比对，认为作品属有绕境主题曲改版，无符合专心创作的规定，决议取消得奖资格，改由蚵仔面线得奖。消息一个出来，作词作曲姚晓明感谢祝福，并表示会好好过生活，写出更加好的音乐作品。演唱者林怡也感谢评审对歌曲的肯定，未来会继续唱好歌。有时候拿奖真的是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就是有这个运气，祝福他。演唱者林怡书者叮当也甲祝福，文化部说明会个选择日子公开颁奖，当时坦白讲，资格审查无确实做好，向参赛单位甲各界回示的，并要求影视局检讨内部责任。不过，原得奖者柯尚德伫面册表达不满，强调这首歌干那爱一个版本，无什么混音版。当真侪人想讲作词作曲者报名的时阵，会互人想讲真贪心。个坦白讲，无需要这种回示的，那是良辰吉时的导演黄去，讲报名前无隐瞒，有详细说明作品的背景，互相关单位处理。不过到尾的决议结果，虽然感觉真意外、真无奈，不过嘛会尊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端公司是对外公布，因要申请冠状病毒预防车，未甲政府讲好的价数，一档是840块。不过外界是继续咧追查，亲像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就用主席财报来算，因认为讲当时主席去买 BNT 来捐予政府，一档才买630块尔，这期政府去买高端是买伤贵。那民众党有立委嘛去监察院顶前批评政府买高端预防车的过程太过含糊，要求监察院要启动调查。高端公司主动公布政府采购新冠疫苗计数，平均一支840块，也不过并无平息外界议论。民众党立委蔡意到监察院递交陈情书，批评高端合作厂商是中资企业。高端估计异常，甚至连采购的500万支疫苗有瓦4成，不是用伫咱国民众身上，要求监察院针对高端集团启动调查。将近有200万剂，其中包括销毁了170万剂，那另外的话还有10几万剂送到国外去。所以就代表说，基本上有40%的这个国产疫苗，也就是高端疫苗是没有使用的。另外，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也伫面册发文，以自制财报量算，自制关键购买的 BNT 疫苗，一支才630块，这期政府买高端买贵啊！也毋过，互另业立委批评，根本就是咧乱闹。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更加是亲自澄清，自制买的计数630块数字是错误的量算。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吵着要公开，公开以后说你是为了陈时中而公开。这其实这里面的逻辑颠三倒四。你去推算他的财报，结果就是错误的嘛，因为你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理解，人家里面的这个营业税有没有扣掉，有没有罚款，是不是有人捐赠还是什么，有没有算在里面，这些都是变因，不是单从财报去推算就推算出来的。
王必成再次强调，无论是正常还是家己买的 BNT 疫苗，拢比高端贵。疫苗绩效取决于有效性、买的数量、敢买调整各种因素。政府政策有难处，也毋过已经尽全力准备。伫新冠疫情部分，拜二增加34242例本土病例，中重症71例，死亡46例。也有外界关心，确诊隔离天数敢是为7天缩短做5天。王必成表示，爱等拜三专家开会讨论了后，若有结果，就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高雄的检调，抓到台电、中共在国营事业招考有电子作弊案件。那这5年可能已经有100多人作弊，目前有20个人家己出来投案。检调顶一日直接去中油和台电甲中共在公司，甲8个作弊考生带回去问话，因全部都有承认。为着要预防这款代志唔通阁发生，国营事业的考场未来嘛会做好相关的措施。桌顶的手机耳机是不法集团协助考生作弊的工具。高雄地检署去年接到检举，中油、中共、台电这国营事业有考生舞弊。凶检3面前往涉案人大的所在敲找，拢总抓到电子舞弊集团。凶检也持续要追查舞弊考生。10月31日第3轮团考生，包括中油5个人、台电2个人、中共1个人，拢坦白承认作弊。只是检察官约谈2位员工到案说明。那去了解这2位员工是参加108年新进的雇佣人员的一个考试而进来台电公司服务的。那后续的状况我们会掌握的检察官侦办的一个情况，我们再依相关规定来办理。我会依据检调的调查的结果，如果事证明确，相关的涉案人呢，就会依据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考核奖惩注意事项来规定来办理。舞弊集团协助考生伫考场提供答案，考生录取了后，支付舞弊集团102万至105万。高雄检验初步估计，舞弊集团5年拢总协助101个人作弊，不法获利估计上亿以上。为了防止各有舞弊的代志发生，国营事业考场也做好相关的运用。考场这边增设的金属探测器。同时，我们由公司这边主办的事务单位来提供文具。现场也禁止考生携带穿戴这个电子表以及这个手机入场。台电表示，未来会伫考场安排驻点电信警察，检查现场是毋是有啥物无正常的电波信号，通阻止舞弊发生。中油是讲会参考相关机关预防电子竞赛做法来学习。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咧病院做电脑断层，也是血管摄影时，有当时拢会互要求讲爱做显影剂。也毋过，国卫院和台中荣总即马上新的研究是发现讲，做显影剂10天内治疗失智症的机会，比无做过人悬出2倍外。若治疗血管性失智症的搁较悬，有4.66倍。医生是认为讲，后摆要做就要谨慎。做电脑断层检查，患者大部分需要事先做显影剂。不过，国卫院甲台中荣总上新的研究发现，只要捌做过显影剂，10年来治疗失智症的机会比无做过悬2.09倍。消息一个出来，民众看法差真多。显影剂如果说完全研究出来对人体有什么伤害，它应该要公布出来，这样子，就让人家决定要不要做那个显影剂的这样子。是对于这个失智的数字，我会觉得现在全世界的统计的时间还太短了，所以通常这个数字，我觉得在台湾应该是不太合用的。研究团队透过健保资料库收集1133万笔资料，进行大数据的分析，发现显影剂不但对传统认知有机功能病变的人有影响，对失智症原来有真大的关系，尤其是血管性失智症发生率比无做过显影剂悬4.66倍。台中荣总是讲，这可能甲显影剂会造成血较苦，对血管造成损伤有关系。那血管性的痴呆症，因为在学理上，它就比较容易受会影响血管的这些毒药物来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研究里面，因为显影剂造成的血管性的痴呆症，它的增加风险不止2倍，会高到4.66倍。医生是讲，有脑损伤、血管性病变、有机功能障碍民众是高危险群。做检查前，爱甲医疗团队充分讨论，避免显影剂伫非必要，也是脱水状况下使用。一般民众建议莫惊都唔敢做，因为健康检查嘛是爱显影剂才照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治疗糖尿病人口即嘛是愈来愈多，而且即摆差不多已经有200多万人互诊断出来。11月14是世界糖尿病日，伫11月初5时，伫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就有免钱的免费体检，嘛要宣传糖尿病的卫教。2022联合国世界糖尿病日正式起跑。关心糖尿病专家甲国健署找伊召开记者会，因为初5因要伫中正纪念堂举办的园游会，会有免费体检甲做伙行路运动的活动。含糖的饮料，还有运动量减少，3C 产品的增加，还有我们整个的教育的体系啊，这个我们当然升学主义的等等呢，那造就了我们的青少年的活动量这个体重的增加。我想体重的减少，这个活动量减少，体重的增加，这些我想它是多重原因非常复杂的啊。医生表示，伫文明的社会，慢性病是愈来愈严重，得到糖尿病台湾人是愈来愈多，而且还有乌数。目前我们台湾的盛行率大概在10到11%，那有一个比较精确是11.2%，可以这样来说。那如果说现在做诊断的病人大概230万是国家估计，那许志仁教授估计大概还有110万人到120万人是没有被诊断出来。根据研究的预测，甲2000年相比，2045年的时阵，40岁以下得到糖尿病的人数会加3.6倍，20岁以下会加9.2倍。所以糖尿病卫教学会推出人工智慧服务，只要加赖就会当知影相关的卫教资讯。国健署嘛提供单年1摆免费的健康检查，予65岁以上的时大人，欢迎民众加利用，提早发现，提早治疗。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即摆的农药较侪拢是化学的成分，有一种叫做红蜘蛛的即款农作物的海棠，对一般化学农药对伊来讲，敢若有低级的效果尔。农委会即摆用18天的时间，有开发光杆菌即款生物农药，会当大大来减少农业损失。若即项农药即摆已经送到防检局，等核准了后，就会当正式生产。做田人为着要有好年冬，拢会喷农药。毋过有一种俗称叫做红蜘蛛的农作物海棠，新竹市叶满，专门咧食木瓜、花蕊、甲菜苋的叶仔。一般化学农药对伊干那短期的效果尔尔。农委会用18天的时间开发对农作物较无害的光杆菌生物农药，会当大大减少红蜘蛛的危害。它是一个会让昆虫产生感染或产生致死的一个线虫里面的共生菌哦，当然我们在台南白河筛货哈，然后在暗室可以看到它会有发光哦，像萤火虫的发光哦。农委会讲，光杆菌生物农药是用大自然本地就有的菌去消除红蜘蛛，所以对环境较无伤害，而且嘛袂影响螃蟹的生态。这项发明得到2022年杰出生机产业奖，那通过防检局的审查，就会当开始生产。是希望说这一支产品能够尽快取得环检局登记许可，然后让国内的农民，尤其是木瓜农，先有这一支光杆菌的微生物农药。厂商表示，未来这项生物农药若生产，价格会甲一般农药差不多，袂造成农民的困扰。农委会望为光杆菌出发，扩大生物农药的使用，减少对环境的危害。记者麦尚营曾派文台北报道。来关心日本院台湾和意大利国会机关友好协会伫昨昏成立，下党派加强有30个成员。外交部的处长嘛到现场感谢意大利支持咱台湾去参加国际会议，嘛关心台海的安全，嘛希望日本院斗相共推动，互两国的关系愈来愈密。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 with you. We have so much in common and so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to share and to exchange among us. 台湾甲意大利虽然无邦交关系，不过伫民间交流方面煞有真大的发展。台湾甲意大利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伫11月初1成立。外交部感谢意大利支持台湾参加国际，嘛做伙关注台海的安全。意大利在今年已经通过3个决议案哦，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同时也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跟安全。那我们相信后续在立法院委员的先进的支持之下，
我们台艺在国会交流的合作，一定可以进一步的来推动，更加的来深化。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2019年7月，意大利 Roman 达文西机场针对台湾设立快速通关，展现台技友好。后来拄到 COVID-19 的疫情，台湾嘛伫欧洲疫情严重的时阵送出物资，互台湾甲意大利建立真好的感情。即卖成立友好协会，就是上好的时机。在这个时候成立了台意国会友好协会，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认为是自然而然，而且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时间。台意国会友好协会跨党派的全体参与，是一件代表我们对台意关系的重视。台湾甲意大利国会议员友好协会成员拢总有30个，包括台湾各党派甲无党籍的立法委员。立法院感谢调野的支持，望台湾甲意大利有更较侪交流的机会。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继续关心，经过16档的争取，咱台湾即马总算摕到世界室内射箭系列赛的主办权。伫后个月12月初8到11日时，就伫咱台湾比赛。射箭协会是表示，这个比赛无限制身份，所以不管是国家队的选手，也是来耍佚佗的，拢会当报名参加。若到时阵，嘛有超过200个外国选手会来咱台湾比赛。体育馆内坐满民众，比赛场就伫个中央。选手离靶纸敢18公尺，上阵3甲8，一箭射1靶。世界室内射箭系列赛因为疫情停办2年，2022至2023年的系列赛重新搁比。台湾经过16年的争取，得到250系列其中一站的主办权。12月初8至11伫国立体育大学举行，比番茄奖加复合奖，职业加非职业的选手拢会使参加。为什么要举办室内赛的原因，是因为这只有18公尺的距离，每一个选手都有一样的机会，那也是基本功的一个展现。国立体育大学复合奖选手陈宏毅，2019年2月有去拉斯维加斯参加比赛，伊讲伫台湾的国际射箭赛无偌济，家己真期待会去报名。我觉得差距最大应该就是时差、体力上的部分，跟我们平常在射距离啊，然后还有一些环境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别，然后当然一定都是要特别的去做一些准备。争取10多年总算会使头一届举办，理事长林鸿都是讲，好在在台湾国境解封，安那无遐顺利。国际射箭总会也有提到，如果说在那一个时候，因为疫情的这一个还没有办法解封的话，那这个比赛也没有办法在台北来举行。较早是国手，早拄啊卸任的国家队总教练、射箭协会新任秘书长林正贤讲，台湾射箭选手的实力明显提升。不过，基层选手要出国比赛的机会有较少，会当伫家己的国家比国际赛累积经验，尤其是现场学习克服紧张是真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电视上头来看大日子，热热的时拢会人西弄股。若国立传统技术中心嘛，按算伫这个月中，伫12、13这2天，邀请咱全台湾北、中、南各共27组老师副级的西好顶头伫树林的台湾戏剧中心4号位啊，绕境表演，来招民众同齐来体验传统文化。人西表演伫台顶展现好卡手国立传统技术中心，按算伫11月12开始举办第2届大型顶头汇演，好赛派对，希望民众做伙到热烈。我一直认为说，阵头其实是可以让每个地方都是一个舞台，所以彩街其实可以走出原本表演的舞台，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看得到。谢振林表示，这届找来台湾北中南17组有特色的顶头，亲像由老师傅传承西头工艺、沙林堡自立兴安金狮团，就是以泥塑纸糊、顺手工的西头出名，嘛已经登录加做新北市的无形文化资产。迄天有40档的传统西头，嘛会出阵表演。不是台湾狮，是闽南狮，闽南狮，然后结合的形跟意，就是这样一直流传下来。可是现在老师傅一直慢慢没有传承，然后现在就是一直没落，一直没落。关注表示，希望将保存的文化结合创新，让民众通看到无同的人狮。团结中心嘛表示，12、13 2天的活动，除了会以树林戏剧中心出发了景，嘛希望透过顶头环境记录，让更加侪民众入捌传统技艺。记者伫无立台北采访报道。
澳洲今年热天热翕翕，穿高温是真惊人，而且温度甲大拢还袂降落来。西班牙即马要寒天啊，也毋过还阁有30度，嘛出现80年来上介热的10月。若法国甲德国即阵伫海沙堡、海边啊，还阁有游泳池，嘛拢有游客也在生水。这是显示全球暖化、气候反常，即马是有影真明显。 10月底、11月初，照理讲，伫澳洲应该是开始会互感觉小可寒的秋天啊。啊，毋过伫西班牙南部的海边啊，却也阁满满拢是穿游泳衫伫耍水的人，因为即阵伫当地气温阁超过30度，根本就甲热天同款。今年热天，澳洲拄到真严重的烧影，想袂到天气一路热到秋天还未结束。西班牙的气象专家讲，今年的10月是西班牙自1961年，也就是超过80年以来上热的10月。毋但是西班牙南部出现34度的高温，就连北部的巴斯克地区嘛有30度。伫秋天来讲是真无正常的温度，但是一寡室外的咖啡厅生意非常好，业者是欢喜甲笑眯眯。 sobre todo por esta fecha, pero se agradece también por el tiempo que está haciendo, para el trabajo de nosotros que es la hostelería, nos viene súper genial la terraza y se agradece bastante. 天气小热，有的人真介意，但是对西班牙的消防人员来讲，都是一件真头壳痛的代志。西班牙今年热天因为烧影引起火烧山，但是到秋天温度阁降袂落来，所以消防人员嘛自热天开始拍火，一直到秋天也阁无法度休困。根据统计，西班牙今年到今已经有超过64万公顷的树林去互野火烧去，是30年来上介严重的。除了西班牙以外，法国、德国嘛同款拄着真烧热的秋天。法国西南部的温度有29度，比过去的10月温度差不多悬5度到10度。海边啊，四界拢是人，街仔路大家嘛拢穿短的，阁有人哪行路哪食冰。德国首都柏林的室外游泳池，秋天毋捌看过有遮侪人出来游水。Ist historisch und dieser Begriff, den benutzen wir Meteorologen schon sehr vorsichtig. Also der ist so warm der Oktober wie sonst eigentlich nur ein Mai, also 14, 15 Grad. 气象专家表示，这种不正常的高温代表气候变迁的速度愈来愈紧，人类未来要面对的极端气候，恐惊嘛会愈来愈严重。记者甘明恩编译。 天气报道在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热热啊减弱，伫北部甲东北部温度会小可回升，也毋过伫东北部同款也是会落雨。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有26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0度。伫南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28度。外岛的温度17度至26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